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8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决定在12月30下晡2点，也在明年1月初下晡2点举行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两场拢在公司举行。涉嫌家己搬戏讲互人恐吓的林北好友林如虹。高雄汤园地检署今依照着伪造文书、诬告甲恐吓罪起诉。国防部公布最近24点钟内有中国军机军舰来了乱，一粒探测气球飞过在海峡中线，出现伫咧家人的西南方。2024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三方阵营协商了后，决定在12月30下晡2点举行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另外，明年1月初下晡2点呢，也会进行副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两场辩论会拢在公共电视举行。讲到这头一场的电视辩论会是伫咧12月30，经过抽考啊了后呢，赖清德大胜，虽然是侯友宜郭文德，由5间媒体代表提问，明年1月初1下晡2点呢，要来举行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是由萧美琴大胜，那吴欣盈、赵少康是煞尾，由4间媒体代表提出问题。这届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会是由11间媒体共同主办，公共电视制作播出，甲信号提供给各媒体，而且全程拢有手语翻译。讲到这个大选的时间渐渐到位，国民党侯友宜提出青年买厝政策，讲这40岁以下买头一间厝，总金额伫1500万以内，就会当全部贷款。也那郭文德呢是创一个 KPTV 网络节目，要对侯友宜还有赖清德提出问题。另外，赖清德是化工守护各担各做的海军号，袂当或者阻挡各方预算的人入去国会。选举就要到啊！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抢攻青年票，提出青年买厝政策，针对40岁以下信用无重大问题、第一摆买厝的人，发出贷款额度上悬1500万之内，用专业贷款免到期款，按过有摆付甲转卖限制，前5年只要付利息，而且补贴0.5%，5年了后利息是减半倍。就是希望在青年购买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头期款不要付了，头期款真的不要付，由政府来跟银行担保你的头期款。侯廷也表示，即卖申请案贷款有无够的所在，恐惊有查办记录，所以提出主题政策要吸选民。谢谢，小金金孙还是台独龟孙。好，大家小心，给一点空间哦。民众党国民党设备接受媒体专访，不过郭定也初次就开始加强空战。KPTV 节目初次第一摆上线，炮口就先对准拿定。请问国民党，你们基线退休党工9.8亿，为什么到现在不还？在美国政府已经明白的宣布不支持台独的状态下，请问你这位台独金孙如何继续？务实的推动台独。国民党明白表示，拿着对辩论一定会拖到最后一秒，愈接近选举，效性就愈低，会对侯友宜甲赖清德每日一问。拒绝韩国瑜，团结护国会。民进党赖清德阵营是发声，唔通互阻挡各方有选的立委进入国会，佮点名国民党无分区名单排第一的韩国瑜，要伫国会出群，佮诉求民进党爱国会过半。对于如何守护台湾未来的民主与和平，对于如何为台湾的未来创造希望，赖萧配准备好了，支持民进党国会过半，为的是要让民主大联盟过半。赖清德初8下晡要去宜兰为党籍立委参选人优待城市，也要为赖萧配继续求票。记者综合报道。2024的大选是愈来愈近，台北加角有一个姓林的受刑人，正正是要求伫家所内设投开票所，而且申请加处分。一审是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认可，但是二审最高行政法院是认为讲，人民并无请求伫什么所在设投票所的权利。11月是改裁败诉，姓林的查某人是申请释宪，宪法法定是真罕的真紧的受理。初8下晡开说明会，大法官邀请申请人的代理人和相关机关来说明。他把选举权、投票权这东西当成是有法律制度以后人民才有的权利，但其实依照我们宪法17条，还有宪法129条，那还有宪法第7条平等权的规定，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主张是说，这个权利是先于
法律制度形成以前就有的。即摆大家在钱的焦点都是申请是毋是应该要受理，申请暂时处分的部分，敢有符合宪法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是主张参政权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嘛袂去影响到选举的结果。嘛针对最高行政法院提出来请求权依据去做了解。对我们而言，我们觉得立法者已经产生了一个足以公平让受刑人可以投票的制度，只是我们的行政机关一直没有实际设计投票所，让受刑人可以真的投诉他手上这一票。涉任的受刑人的律师希望讲，即马投票的时间都要到啊，宪法法定会当较紧受理来做出裁定，因为毋若即件法院家甲嘛有受刑人要求设投票所，敢会当做统一的标准，就看大法官安怎解释。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被奖也林北好友班主林如虹涉嫌家己伫遐搬戏，假做互人恐吓的案件，桃园地检署经依照伪造文书、诬告含恐吓罪，起诉林如虹含柯德斌。检方认为讲，这两个人用言论自由的名义，说是伫咧迫害言论自由，希望法院就要甲因判互等。当初是我想要自导自演。面对媒体的问题，人面册粉砖林北好友的班主林如虹是一句话都无讲。因为之前伊讲伊去互恐吓威胁，所以有检警发现讲，这拢是伊设计的。10月初回国接受调查，检方侦查认定伊涉嫌甲国民党党工柯德斌自导自演，公开讲正可能去互恐吓的这个案件。因为去互质疑讲伊讲白贼，所以不满，想要转移公众的焦点，采白以伪造文书、诬告、恐吓罪，甲两个人起诉，更请法院当甲判刑。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残害言论自由的一个基础哦。那因为他透过这个二假害的一个假讯息哦，然后去批判别人哦。林如虹到案了后，有风声讲，伊讲伊的笔记型电脑伫维也纳机场等回程机的时阵去互偷摕的消息。不过检警发现讲，林如虹其实有甲电脑寄出国，对查国际邮件的资料，发现已经寄转来台湾藏起来。警察摕到了后，发现有部分的档案已经互拆掉，不过电脑并无继续化。针对去互起诉，林如虹对自导自演、浪费司法的资源，感觉真歹势。对于我自导自演、浪费司法资源的部分，感到深深的抱歉，而且我也认罪，而且我也提前买机票回国，诚实面对司法。其他那些不实指控的部分，那我只能深感遗憾，尊重那个检警的侦查结果吧。之后当然就交由审判法院来审判，配合后续的这个就是审理的程序啊。林如虹甲柯德斌两个人，经过桃园地方法院裁准，分别以45万、40万交保。林如虹限制住机，并无限制出境。检方强调讲，会研究敢是要提出控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检警抓到一个骗财佮骗感情的诈骗集团，因先伫咧交朋友软体顶头锁定30岁以上有经济基础的男性，了解相关背景，知影被害人介意什么了后呢，才派一个查某囡仔含这受害者囝仔培养感情，落要见面就甲对方讨钱、讨贵重的礼物。目前全台湾尚无有上百人去哄骗，专案今日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涉案的主嫌当要行出饭店，才检调人员就随甲抓起来。检警调3方联手成立专案小组，用4个月的时间，伫台中7期的好业厝，查到恋爱诈骗机房，规模阁是有史以来上大。要记得吃饭哟。且团保公关小姐先甲各种情景的语音录好，接配相片。诈骗集团用这啥人来看？先伫各大交朋友的软体锁定30岁以上有经济基础的查甫人做目标，所落来就互集团的查甫成员继续伫网络顶悬甲因联络，而且甲被害人的职业、家庭和兴趣用出一本台湾男子图鉴。等查甫要求见面，查甫就开始甲因骗名牌包、化妆品和医药费等等，有900个人受害。挑选面貌身材较好的公关女子来作为面交车手哈，会用没办法负担房租啊、家人住院、车祸修车等各式的理由去跟被害人诈骗。陆续循线逮捕诈团成员共计15人，全案于今日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查扣之不法所得现金约200余万。专案小组是小林社对今年9月到12月，具体涉案的主嫌等等15个诈骗集团的成员，设备台中地检署侦查结束，而且提起公诉，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宣告查扣不法的所得，有现金200多万、名牌包和名牌手表手机等等，呼吁民众爱设入网络交朋友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
在美国的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发生一桩死亡惨案，其中一个死者呢是台湾出身的商学院教授张家晶，也那这嫌犯是美国东华其他大学教授。警方是推测讲，这位凶手真有可能是无通过学校的聘用，才会来犯案的。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这栋大楼外口60尺回凶手玻璃托甲警方冲突了后被断死。警方同时确认有3名死者，其中一个是64岁为台湾来的商学院教授张家晶，他出生涯超过10年，捌得到教学优良甲研究优良的肯定。伊在1982年台湾海洋大学毕业，1997年去美国教册，2000年在匹兹堡大学摕到资讯管理博士，同年进入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分校，是器官系教授。因为这案件死者不是学生，警方推测凶手不是随机开枪。We know he applied numerous times for a job with several Nevada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was denied each time. The suspect had a list of people he was seeking on a university campus, as well as faculty from the Ea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 伊伫18个月进前伫拉斯维加合法买枪，也是这摆作案的工具。根据网站资料，火力托对该卖地阴谋论是真有趣味。He had a previous criminal history of computer trespass out of Virginia in 1992. There was a chair with an arrow pointing down to a document, which that document was similar to a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根据 CNN 的报道，这件被告是全美今年80件校园枪击案，其中19件发生在大学。要对枪管发表言论，洛杉矶湖人队球星李霸龙在一场比赛了后表示，美国枪击的法律是真含糊。公司新闻恩文宁报道。因为中国呢，这呼吸道疾病正在严重，疾管署伫机场针对中国香港、澳门入境的旅客鼓励因子采检。这2礼拜也检到一个囡仔感染到肺炎微肠菌的个案，是一个10多岁的囡仔。12月初对中国入境，因为发病，因为这个发烧呢，采检才来确诊。疾管署表示讲，这微肠菌病例伫咧机场采检占1.2%尔。虽然即马中国以流感为主要的这个流行病，不过机场采检措施会一直延长到旧历的过年。因应中国最近发生多种的呼吸道病毒流行，疾管署在月底开始，伫国内4大机场对中港澳入境的旅客采取鼓励采检的做法。执行将近2礼拜以来，头一摆验出儿童肺炎微肠菌，个案是10多岁查甫囡仔，12月初时对中国入境，因为伫机场出现发烧症状接受采检，加工报告公布是肺炎微肠菌阳性，经过卫生局电话追踪，家属讲已经去看医生，症状有较好了。机场有梅将军的情形哈，看起来是不意外啊，因为在中国的疫情呢是梅将军仍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呼吸道的疫情转以这个流感为主哈。疾管署讲，2礼拜以来总共采检109人，其中84人是阳性，以流感病毒57例上水，搁再来是新冠病毒10例，腺病毒7例。不过，医师烦恼讲，微肠菌主要侵犯囡仔，而且中国的微肠菌抗药性比例较悬，伊佫无疫苗会使预防，所以愿意将2花来往真接，民众真可能甲带有抗药性的微肠菌症带回来台湾。对岸来的梅将军主要的问题是因为说他们那边的抗药性是比台湾更高的，所以会导致说在我们社区在这些医师在开药的时候可能会处于一个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无效治疗的状态。由中国到欧美这所在流感甲新冠疫情拢伫清关，疾管署建议民众出国进前应该注射流感甲新冠 XBB 疫苗，并且注意定来洗手、挂嘴暗这防护做法。也若机场的鼓励采检做法，伊会继续来执行，一直到农历过年期间。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这野生动物是袂当乱饲的哦。讲到这台北市大安新民公园内面的碰刺呢，有民众去解饲，地数这的碰刺呢，一只比一只佫较大只，也真咬生。最近公园处有张贴影起，若准民众伫咧偷饲碰刺呢，就会起用翕起来，而且会甲你罚钱。而且它都不怕人，你看，哎，它不怕。
哦，你看，敢若是听到塑胶落架的声尔，就对真远的所在走过来，甚至是规个徛起来，一直甲手伸到长，希望会当摕到食米。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的碰气登记哦，互人安尼吃，愈洗愈济，搁真大只。会拿面包屑，然后就会有一群松鼠围过来。但是吃面包的话，也许糖类会比较多，所以现在松鼠都看起来，这边的松鼠看起来都蛮胖的。一般公园的话会让松鼠异常的繁殖。太多了，当然是不好了。它自然界有自然界的那个饮食啊，当然喂食是不对的。虽然公园的职工和公园处的人员常常出面抗民众卖起碰气，但是效果无啥好。为了避免真无简单、才维护的公园生态被破坏，公园处是利用在野外翕生态的缩时摄影机，要来发起因的人，希望会当有效。电影部分我们是11月28号装的，目前我们每天都有截取出来看，目前是都没有人在木平台这边做喂食。喂食野生动物是罚1200到6000块的一个罚款。公园里面有6600棵树，还有各种不同的植物，应该是足够它不要去觉得自己好像很有爱心。其实你做的一个行为是，你影响到它的活动，而且影响它的觅食能力。专家提示讲，大安公园的碰气生态量已经超过600只，这比200只的合理量是超过真多。而且碰气为了挖叶去剥树皮，嘛会造成公园的树仔大面积死去。希望游客配合卖干吃，来维护公园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农业部的调查，这石虎主要是生活伫咧苗栗、台中、南投。不过，彰化这几年呢，也有民众看到石虎的影子。嘛发生过几落解放教示的事件，为了要保护石虎的生存空间，彰化县议员夏东派提出彰化石虎保育自治条例草案，希望立法来保护石虎。这是彰化石虎族群追踪观察者罗志成伫彰化毛路溪翕到的石虎，伊用半年的时间翕到石虎76解。伊嘛发现彰化环境对石虎有真大威胁。我在这3年里面的观察。彰化的食物，它是在一个死亡幽谷，它环境非常的恶劣，包括游荡犬，包括农药，包括戴奥辛，包括高度的开发，那让它生存非常的困难。根据台湾石虎保育协会观察，毛路溪是石虎真重要的生活空间。这几冬嘛发现石虎会沿着毛路溪为台中南投搬徙到彰化。彰化县议员的夏东派提出彰化石虎保育自治条例草案，希望立法来保护石虎。希望讲，咱即届透过这正式的条文的立法的过程当中，会使来唤醒，会使来呼吁更较侪乡亲时代，会使来了解彰化野生动物的保育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在地的民众的关注。或者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一些开发案，其实这些东西都跟栖地是有关系的。确实，这次条例的通过呢，对于地方政府要去推动保育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提案人杨祖贤议员表示，商业开发、游动犬、路杀等等，拢是威胁石虎生存的原因。今年6月开始，就参济保育团体、生态专家讨论拟定草案，望立法推动石虎保育的相关措施，要拼明年议会的定期会审期。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来看这条敢算是亲门大户呢？这委内瑞拉和隔壁国家盖亚那，针对着这盖亚那境内的艾瑟奎坡领土争议已经完百多年。进前委内瑞拉有举办公投决定，要甲有真济天然资源的艾瑟奎坡列作是因的领土。总统呢马杜罗甚至下令伫遐设行政区，引起盖亚那的不满，要求国际社会就要出面来替因主持。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甲邻国盖亚那长期有边境领土争议。委内瑞拉讲拥有蕴藏丰富石油的埃瑟奎坡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总面积大约46万平方公里，占盖亚那所有国土的2/3。这款的面积比整个的希腊也较大。2015年伫当地发现石油，根据估计，石油的度量是110亿桶，占全球的0.6%。天然气含量是有4.8亿立方公尺。委内瑞拉初3的公投结果显示，95%民意赞成对埃瑟奎坡行使主权。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更加伫4月要求国会批准伫埃瑟奎坡建省，发予国有石油公司开采石油执照。
也伫全国研校更新国家地图，也拿加拿大政府切实对此做出回应。Any attempt to explore for petroleum by his state oil companies or state companies in our territory will be seen as an incursion by Guyana. 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了后，国际间烦恼也爆发新的科学冲突。尽管委内瑞拉也未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加拿大总统阿里已经讲，美国的并吞公投已经对伊的国家构成直接的威胁，并且向美国、英国甲联合国要求援助。We're going to urge Venezuela and Guyana to continue to seek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is dispute, including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hese borders were settled in 1899. I see absolutely no case for unilateral action by Venezuela. It should cease. It is wrong. 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吉尔、加拿大外交部长陶德伫车六经由电话，确保维持双方顺畅沟通的管道，冲突敢若也无到即要发作的地步。尽管这时阵是这情形，巴西原伫甲两国相接的北方边境增加部署2000名士兵，加28台装甲车，惊双方若一个无拄好相战会受到影响。Coisa que nós não queremos aqui na América do Sul é guerra. Nós não precisamos de guerra, nós não precisamos de conflito. O que nós precisamos é construir a paz. 委内瑞拉甲加拿大争夺埃斯开破领土已经超过1世纪，尽管国际法院捌伫今年4月讲有权裁决这个争端，也毋过国际法院是联合国解决国家中间争端的最高法院，却是无法度强制各国来执行伊的裁决。伫加拿大要求之下，联合国安理会要伫初8对这场领土争议来召开紧急的会议。公视新闻深度配编译。以色列和哈马斯相战，当时有听到风声讲，以色列的战车调工去攻击国际记者。目前这发生泄露，透社拢公布一份采访伤亡的调查，讲是有标示记者的新闻工作者确实受到攻击，造成真严重的死伤。以色列是表示讲，因是针对哈马斯，未伤害到无辜。10月13日，伫黎巴嫩南部往以色列边界阿马阿沙布，一定穿明显是由 Press 红团港的国际媒体记者来报道以色列军方甲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伫边界交火情形。哈西互向来炮火轰炸，骂出连续垃圾灰。We were maintaining safe distance from the front line. So basically, we were in a really safe. We felt safe. 阿西受当伤扣回一名路透社点名记者阿布杜拉，无遮尔幸运，伊不幸殉职。 It is inexplicable that a group of journalists, clearly marked as press, doing their job, could be targeted in this way. 路透社采访30位政府安全官员、军事专家、法医、律师、医护甲现场的人，到处事发经过。迄时阵有北京媒体提供数点钟影像档，加攻击前后数百张相片，有高解析度卫星影像，佮摄取现场证据，车顶的炸弹碎片、相机架，还佮有一大地金属。上荷兰国防独立分析机构。We condemn Islam's killing, and we call on Israel to explain how this could have happened. 路透社知影，战车炮弹是为以色列境内发射，向以色列国防军问更较侪问题，包含因是毋是知影向记者开火。I'm not familiar with these specific reports. We target Hamas. We do not target civilians. 国际人道法禁止攻击记者、新闻媒体人员，免被看作是军事目标。专家表示，这证据显示以色列明显违反，也可能犯攻击百姓战争罪。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讲到这防备营也是真困扰，巴基斯坦最近这几礼拜天顶拢是茫茫，第二大城拉合尔的空气品质是歹甲囡仔拢会破病。当地病院4个拢是单要互医生看囡仔，小儿科患者也增加5成以上，一寡病人是严重到无法度喘气。当地官员也讲，这病院特别记载袂掉啊。四界看起来拢普普无无，敢大门共款，人车伫街路上能见度增加。南亚巴基斯坦第二大城，旁遮不幸的拉合尔，过去几礼拜拢雨真高的，空气污染无大条咧，空气污染程度和抵抗力无好的囡仔甲老人破病。当地公立病院的儿科急诊室，拢是呼吸道病人，加上药拢真烦恼。 जाहिर है इसके बारे में काफ़ी फिक्रमंद है बच्चों को तो है बड़ों को भी इसके साथ साथ हो रहा है ये इन्फेक्शन।
有部分的囡仔甚至出现喘气困难的状况。当地卫生官员讲，在月初空气污染加重了后，儿科患者数量增加至少50%。病院方面也强要这要无多负担啊。If our OPD was, for instance, of 10,000 in the last month, from them, like around 6,000 to 7,000 a patient presented to us with a complaint of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or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拉合尔有1700万的人口，700基础碳的文化之都。不过因为农民烧作物加上车辆空气排放废气，当地近年来一直有空气污染的问题，到冬天是更加严重。随着空气品质监测公司 IQL 数据显示，拉合尔过去30天内底就24天的空气品质达到危险，也是非常无健康。这段期间，旁遮普县政府失败封锁部分的所在，要求民众避免户外活动，不过效果依然是真有限。官员正在研究利用人工落雨方式，希望会使净化、减少这个空气污染的情形。公视新闻是婉玲编译。2024年伫咧到啊，国际信用平等机构目的，甲中国主权的信用平等降低到负面。咱的中经院表示，根据目前预测来看，中国明年经济成长率不到5%，是受到这房地产无法恢复，还有地方债务拖累着。这市场对中国经济也是会惊。也有专家认为，讲台湾的传统产业和中国供应链关系是真晚，真有可能会受到牵连。中国最近唔但是房地产景气真歹，加上美中科技战等等影响，国际信用平等机构穆迪甲中国主权信用的平等对稳定界做是负面。虽然中国财政部认为讲这是错误的判断，讲中国经济是继续在恢复，但市场利率加大，大概可能是4.7、4.8这样子，房地产复苏这个情况其实不如预期，其实呈现了还是一个 bubble 的问题啊，是一个泡沫化。那个地方债的问题其实还是延续在里面。中经院的专家讲，较早中国的经济若歹，会推动基础建设的投资，但是因为地方财政歹，要推动嘛拢受到限制。财政部公布11月出口金额是374.7亿美金，年增率是3.8%，对负转正。今年1月到11月，台湾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是1388.9亿的美金，含去年同期比是负的19.1%。专家讲，明年中国经济若继续歹，台湾团产业的第一个受影响。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的传产。如果这个趋势是一个长期趋势，而且是一个结构性的趋势，那我们在整个产业的调整上面，也许就要做一个比较积极的努力。中国唔但是经济动能是真能正，美国10月又宣布讲要扩大对中国出口晶片的管制，为了避免台湾的产业踏到航线。美国商务部明年1月来台湾办说明会，降低我们的营运整体的一个风险，这个当然是相对的是有帮助的。美国呢，那么持续如果加大对于中国半导体的一个管制，那难免这个负面效应还是会外溢到全球半导体的供应链当中。专家认为讲，中国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的国家，那经济一直歹，嘛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降温。台湾嘛同款会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公布，最近24点钟内有查到中国军机来26抓，中国军舰来10抓，搁再发现到一粒探测气球飞过海峡中线。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这应该是一粒探空气球。另外，美国的参众两院军委会嘛公布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会要求美国得爱协助训练台湾的军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一进入我空域。将我非常安全，即回转脱离。国防部公布，初7透早6点至8点，侦测到26架中国军机、甲10架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的活动，而且佫发现一粒空中气球，初7飞过海峡中线，出现伫基隆西南方，差不多101海里，高度差不多21000尺悬，向东边飞1点钟了后消失。这个季风的缘故，它往这边飘。但我们初步了解，它可能也就探空啊这一类，还包括气象，平常它的这一个航道能不能掌控风力对它有什么影响，大家都在它要研究的范围。中国无放弃用武力拍台湾，也若当咧美国华府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讲到台海议题时阵表示，英美共同的立场都是中国袂当以武力统一台湾。They believe in unification of China and Taiwan. The policy approach that we both share, though, is this cannot happen
in a way that involves force or violence or coercion. We're aligned on key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n the Indo-Pacific. That includes ensu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布林肯伫甲坎麦隆见面了后嘛，强调讲，两国袂放弃甲中国有来去甲合作，毋过爱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因若美国参众两院军委会公布协商了后，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有关台湾的部分，国会要求美国国防部为台湾制定全面的备份、储存、甲制度化战略建构计划，列管军售交会进度，启动美台所谓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也个分析北京侵台影响，而且研究制裁工具。增强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安全合作跟军事的这个合作关系，展现出美国白宫跟国会一致的态度，克阻中共可能的威胁行动。法案爱伫参众两院表决通过，总统拜登签署了后才会生效。针对这点，国防部长柯国正讲，国军甲国际朋友的交流无停过，交流的范围嘛真宽，对两国建军备战绝对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要提升替代役役男的灾防救护能力。109年开始，已经辅导3万名役男摕到初级紧急救护员 EMT1 的证照。这证照有效期限是3年。内政部对11月开始呢，要甲2800名退伍的替代役役男调回来各做训练，会当正做这机动救护人员。对退伍的役男表示讲，回来学习这款技能，确实对别人有帮助的。认真听老师讲，3人一组轮流练习 CPR， 也有操作 AED。因是退伍的替代役役男，即摆互找回来，正3天的初级紧急救护员 EMT1 学训，特别是最后1天的课程。大型灾害、天然灾害的部分，是真的是蛮有帮助的。对检伤来说，我们也可以很第一线的去提升整个救护的效率。那救护车平均的时间大概是6到7分钟会到现场。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做紧急的救护，比如说像 CPR。那可以避免脑死这个状况发生。将另外一端拉起来，绕过他受伤。搁再来熟悉安怎使用心肺复苏术，其他像安怎来保持骨头长期的情形，指挥大运用，拢有伫训练的课程内底。内政部对109年开始推动受训替代役役男取得初级的紧急救护员 EMT1 的证照，强化自救救人的能力。即阵已经有3万名役男得到证照。证照有效期限是3年，内政部11月开始陆续安排2800人学训，延长政治效期。当战争天灾来临时，才有救护能力的役男应加做机动救护能力。因为证照都有一定的效期，在效期以前，我们都会请他们来接受训练。提升台湾民防实力，和民众具备民防知识技能。乌县学院举办民防元年成果发表会，展示多项民防物资，包含烤牛，也有建设指挥大、行动流水器等。也宣布甲国内最经业者合作，成立民防国家队，对外界积极培养民兵。乌县学院强调，无教民众提倡上战场，也无鼓励私刑，经由成立国家队，教导民众来培养心防，学习战伤的救护。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到今月75年啊，中华邮政公司特别发一套人权邮票，今透早8点半开始卖。行政院长陈建仁、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也拢亲身到现场见证。谢谢。顶头有印发行邮票名加日期的邮政封限量500份，本线就无。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到即马，未到75周年。中华邮政公司发行人权邮票一套4张，吹背伫台北北门邮局举办发行典礼。邮票自早起8点半开始卖，一早起就吸引真侪爱收集邮票的民众来买。16加12，将近30年了。8点半开始，我排到第7个、第8，因为我从新竹来，不是在台北本地啊。喜欢收集东西啊，只要有邮票就喜欢了，已经成痴了。国小4、5年级就急了，机邮对我来讲增加我很多的知识。邮票的图案以人权宣言加国公约的英文简称，结合特别的色彩加符号设计，色彩缤纷，因应收集邮票的需求。典礼会场外口也有设临时邮局，提供等临时邮局所以内的服务。
行政院长陈建仁、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等人龙告场见证人权邮票发行。我国对于人权的保障呢是相当的重视，我也希望我们国人大家一起来努力让台湾的人权能够继续往前迈步成为亚洲的典范。这套邮票一共有4枚哈，那第1枚是有60万枚哦，那另外3枚的话是58万枚。邮票主题加国际重要议题互相呼应，希望借此吸引民众注意，激发社会各界和大家加参加人权的相关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先得卫视的负责人陈正清，对自2011年开始呢，利用假画图机会对9名查某囡仔乱来骗赎。今年初，予台南市政府公布命死，而且伊这4人拢袂当搁再教学。经过台南地方法院的审理，鉴定这陈正清有乱动症，判刑8年。不过，检管基金会表示讲，判8年尔，伤过轻啊。画面内底这个查甫人带几个囡仔去画廊看展览。伊是台南一间画室的老师陈进清，人面册顶悬拢是伊甲囡仔做伙画图的相片，看到甲囡仔的互动真好。不过事实上却是涉嫌几届甲查某囡仔性骚扰。没有了，他已经差1年没有拍了。你知道他有一天就说他有事就没有来，他这边有贴一张纸说他有事，然后就没有来。在台南北河的画室，铁门拖落来，内底已经拢无人。台南市府表示，在今年1月接到通报了后，就启动调查。确认伊违反绩效法，2月份公告负责人的名，而且这4人拢袂当搁驾册，嘛甲当罚2.5万。基于他这次的行为也对多名儿少有不当行为，所以我们基于社会公益，让保护社区中的儿少，所以我们采取公告姓名的部分。现在台南地方法院判决指出，陈进清在2011年到2023年2月份，在教学的时阵，少年耍甲9个查某囡仔性骚扰。拢总犯308件强制猥亵罪，频率真悬，差不多1礼拜就会犯罪1届。法院嘛请嘉南疗养院做鉴定，鉴定出伊有乱动症，判爱执行8年的徒刑。不过，检管基金会认为讲，刑期无符合比例原则。一罪一罚的结果，如果这是对9个孩子的话，3乘以9应该事实上是27，更何况在合并执行刑的时候的考量，那也用8年，为什么不是用10年哈？检管基金会表示，除了应该确保嫌犯刑期满了后，袂对囡仔产生更较大的伤害，父母嘛要教囡仔分数的自主权，而且莫黑白相信别人，就算熟悉嘛同款，才会当确保袂受到身心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公所最近要求社区伫咧车闸进前呢，爱甲这收本数的大卡客家车对这个600粒换做到1100日。主要原因就是讲，顶个月呢有一站意外，就是一寡社区的这个本数客家车伤过细，害清洁队员去夹到手。不过一寡社区是反映讲，换较大卡说是跋倒出入，颠倒造成因的困扰。时间一到，粪扫车来到社区外口，准备收粪扫。清洁队员小心细腻操作机器，都惊手指头去互边夹到。就是这个会插到这里面进去，插进去你就拔不出来啊。所以你要用手去把它拨开。拨出来啊，拨出来，他那一天就是在操控，一只手在拨这个，一只手在操控。哦，就被夹到。对，就被别人夹到了。民众讲，其实过去就常常看到清洁队员因为安尼发生意外。都是后面的手指头断掉的。哦，所以还蛮危险的。蛮危险的啦。大棚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以前厂商盖房子送的啦。台北市顶个月连续发生清洁队员因为收粪扫手去夹到伤，市公所为着安全，发文要求社区爱在12月车闸进前，甲干宝车大细对原本660公升提悬到1100公升。不过，煞嘛造成真侪较旧的社区真困扰。老旧社区都已经放了10年、15年，都是用660的箱体。那突然之间你要改到1100，然后要限期做改善的话，那你也不可能叫说把这个门去把它拆掉它，就是或者是打掉它嘛。所以箱体在运过来当中的时候，它绝对一定是卡住的。收集各方的意见，遇到的阻碍及难题，那相关的数据回来之后，我们的配套措施出炉，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好的一个解决。化解引起不满，换干宝车的政策，市公所拍算慢车实施。
讲会收集大家意见，再个找办法解决。这段时间会先加强清洁队员的安全训练，避免意外再发生。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去年9月都营运的新化果菜市场，因为伊外观建筑真有特色，互人号做是全台湾上界水的市场。不过最近店家就伫咧批评讲，这建筑设计无理想，毋但会破雨，日头也会照入来。台南的农产运销公司是回应讲，已经向中央申请经费，明年5月进前呢会甲这布棚大复设。卡巴瑞的水果寒天冻着时，未少人拢会来遮买顿去，互人合作全台上水的新化果菜市场，伫去年营运到达，成150万人来遮观光佚佗。近来所有人表讲市场建筑设计有顶达，真侪业者反映市场无布棚，每若风台来，雨水规个泼入来，啊若好天是日头光会照入来，地处轨迹拍着日较景色。永远趁市场设计无理想，毋忙紧改善。四周围的摊贩哦，大家每一个哦，啊风台天我就拢爱拿物件拢来收哦，做伙砍哦，做伙，家己保护了好，才会当转去。啊，毋过安尼阮足困扰啊，阮拢爱随时注意着天气。穿孔没办法挡雨，然后台风天的话，整个风都吹进来，没办法做生意。市场建筑毋敢有风雨的问题，嘛因为遮起较挑人，有真侪鸟仔来遮做秀，甚至鸟仔屎会滴落来，严重影响环境卫生。未少摊商挡袂牢，嘛只好家己开钱做布棚。台南农产运销公司出面回应，目前已经甲中央申请1850万的经费，来解决破雨的问题。因按照明年5月份进前会当完工。大家做来就安尼大洗布，安尼扫涂骹、洗涂骹安尼，你啊你食饭、食物件。哪会来落落？啊，有时放喺头壳顶因。个软件已经慢慢来克服，用干导水吼，啊，这部分已经有减价啊，吼，啊，陆续阮就来做进一步的改善。明明是果菜市场内底煞卖果子尔，农产运销公司表示，招商过程有较够工，因当咧拍拼招商。未来计划伫咧市场西边规划32家菜市单位，互市场买物件多元化，带动整个市场的发展。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伫咧2年前，高雄爱河有发生一桩假酒赛车弄到一口罩，致使着1死3伤的悲剧。这受害家属到今拢无摕到任何的赔偿金。目前法院2审是判这个驾驶着要关9年10个月。家属认为讲这判了伤过轻啊，要求中央政府对假酒赛车一定要甲因判重刑。一个伙仔欢喜替妈妈庆生，2个查某囝搁甲妈妈亲嘴皮，想袂到这是因一口罩最后画面。因为2当前的酒驾车祸，林先生失去因某，2当过去啊，因为耽误政府对酒驾刑责爱搁加重修法。林先生甲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做伙开记者会，认为酒驾搁再犯，刑责并无提悬，同样2摆修法拢无法度互人满意。法务部长蔡金祥他在案发当时，他说他推了2年，酒驾致死他推不动。现在我们又事发过了2年，已经4年届满1届了，请问这一届的立委你们做到了吗？我们一直呼吁说不可以酒驾，我们也一直希望说透过修法，然后来加重其责。现场林先生哪讲哪流目屎，想起2当前一个伙仔死的人是到爱河跨顶会，煞拄着姓黄的驾驶酒驾，来造成1死3重伤。虽然法院判对方爱赔3500多万，不过到今伊敢若摕到1张借款的凭证，搁爱家己出钱付医药费甲拍官司来照顾查某囝。二审的法官判出来是多少？我一听9年10个月，我当天给媒体朋友我的心声是什么？司法正义已死啊！并对2审判决，林先生要继续上诉，伊嘛认为要推动酒驾罚款修理专区，来作为受害者的赔偿金。现场市议会国民党团有签新律师来支持加重酒驾刑罚，酒驾致死7年以上的刑责，若是酒驾搁再犯，以无确定故意杀人罪刑期10年以上，毋望莫搁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同款是高雄的新闻，有民众指控讲，这77号的公车司机态度真歹，总有老大人要甲公车司机问问题，这司机煞甲大声骂。客运公司表示讲，这司机是惊即寡时大徛无在会跋倒，才会讲话讲较大声，会加强司机的教育。
公车顶时大人想要问问题，话还未讲了，就互要求爱登去座位，伊的口气嘛愈来愈激动。外底爱用声天几声，搁咧叫，搁咧过，毋是我爱来大声，是恁爸爸。无客气的口吻加上口舌的言辞，互边仔乘客看袂落去，甲过电梯落来放去网络，指控司机无必要对士大人口气遮尔歹，嘛讲有当时洗车习惯无好，有当时激动，有当时搏枪。调解说明说，希望他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缓和，然后更让乘客可以直接感受到说，其实驾驶的本意是好意的。客运公司表示，这名司机已经上班8天，无互投诉过，有可能是烦恼士大人跋倒，才会讲话无经过思考。也要考虑到别人呐，咱袂使讲干那考虑我们呐。人家公车司机他也是很累啦。我来司机为了念几路念到真正足烦的，要落车。有民众认为司机是为着乘客安全，唔免伤过要求，嘛有人坐其他司机的车辆共款碰到这种状况。交通局即时回应，已经要求客运公司爱对驾驶加强各界列管，嘛会甲这件代志列入因服务品质的评鉴内底。记者王刘婷、柯正俊报道。高雄的凯旋夜市因为经营权纠纷，目前先暂停营业。不过民众发现讲，这夜市啊外口有挂一个布条啊，伫咧敲洗夜市啊已经倒塌了。原来是业者的行销手法，未来才会改名，打造一个有特色的夜市啊。骑车经过暂时无营业的凯旋夜市，即马4块位啊用铁绑围起来，外口挂一张黄色的布条，写一寡笑话字，互人掠做夜市啊已经倒塌，引起讨论。有民众搁专工来现场看卖。伫网络看到的啊，然后感觉足趣味的，所以想要来看是毋是真正有安尼特色的夜市啊？嘿。这样子离阮到足近的，我就可以定定来。你的规划若无好，本来就做袂开，然后主人就做会起来啊，所以没有什么好可惜的啊。外界真好奇，夜市敢真正贵要收起来？业者讲，布条是整日啊才大，这是行销手法。凯旋夜市是今年7月发生经的纠纷，业者表示纠纷已经处理好势，甲地主签约到2026年，摊商会当安心的做生意。未来新的夜市袂阁用凯旋的旧名，经法局会要求业者爱顾到摊商权益，未来继续辅导。本发生的代志已经到一个段落啊，阮遮有请新的公安公司来做一个新的规划，安尼为未来会保留一寡特色的夜市，并结合一些咖喱的主题市集、居酒屋，搁恁那省的体育园区安尼。跳蚤市场仍持续营业，夜市部分业者正在重新规划。经发局已要求自治会必须顾及摊商权益。目前现场干那查仔市搁咧营业，夜市啊当咧规划，业者已经引进新的团队，希望以后伫些夜市搁结合市集、餐厅等等，会当起引领调。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嘉义县龙骨损伤协会利用六卡国小已经废校的棒线分校，改造龙骨损伤健身中心，提供民众更较安全、友善的运动空间。来训练这个扩胸的肌肉能够出来胃内底。配合专业的指示，龙骨髓损伤的伤友会当透过器材来做训练。嘉义县六卡乡的龙骨髓损伤者协会，今仔日配合护轮社关键的健身器材，成立龙骨髓损伤的健身中心。较早无力着，安尼爬起切就起哩啊，算速度加足紧的。因这练了，身体这个手尾就脱皮有出来。这个长期以来，阮有发现一项讲，其实俺家的身心障碍朋友，因拢无一个足好的运动的场所。咱这样一个好地点，然后有器材可以进驻，然后帮助更较侪的人啊。嘉义县龙骨髓损伤者协会，2018年的时阵申请领用这间已经废校的学校空间，搁伫遮推广一寡运动比赛。今麦搁成立健身中心，有商友就讲，会当有所在符合因的需求，嘛会较愿意来运动。外面的一般不是身障的人在设计的，比如说要怎么上去的，一般我们可能会很少去接触那边，主动去接触了。现在协会有的话，那我们想一定是针对我们身障朋友而设计的，所以我们就很乐意出来。阮的协会就是拢欢迎这各会这商友会当来这安尼做运动安尼，会帮助阮身躯安尼身心的障碍会当发挥伊的功能啦。协会表示，龙骨髓的损伤是永久性伤害，95%的伤者拢需要坐伫轮椅，所以活动的范围拢受到限制。
这个周边半当的健身中心，无奈当加强因的体能，嘛互新中人士加一个会当做伙运动、互相交流的所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疫情过后，东南亚的国家拢希望有更较侪观光客去因遐佚佗，亲像泰国柬埔寨、越南拢起新的，或者是甲机场变更较大，甚至有一间新的航空公司明年要开始服务人去啊。新冠疫情了后，东南亚的观光是愈来愈好，各国政府拢开真侪钱投资机场的设备。10月份，万国主要的国际机场苏焕立航新航站启用，第3条跑道当地起。另外一个机场浪漫嘛计划起第3航站。北部清迈机场、南部普吉岛机场嘛拢要扩建。杜拜航空有新的航线，伫趟丘比岛机场，当地明年年中还有一间新的泰国航空就要启用，经营香港、台湾、东京、新加坡等等的国际航线。So Southeast Asia seems to be the spot whereby it's going to be the probably one of the center of universe in the future, right? 柬埔寨嘛投资15亿美金起金边新机场，按算2025年完工。希望加做甲万国、新加坡竞争的区域中心。中国月中国投资11亿美金，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之一的涉入5个国际机场，嘛开始运作。这是要去柬埔寨上界重要的旅游胜地5个区的机场，希望到2040年会当接待1200万的旅客。As I said, one of the game changers, but we need more in order to be comparables. So that it can attract, worldwide tourism to come to visit Siem Reap. 迄若过度扩建，嘛可能会有其他问题。中国经济成长重点，互旅客人数无像按算遐好。航空业的高碳排，无符合减碳抗暖化的趋势。越南胡志明市郊区开150亿的美金起的上大间的机场，龙城国际机场的建设工程已经互附近的社区防卫营业真严重。泰国南部马来西亚边境的木洞国际机场。去年启用，不过因为人客伤少，航空公司几个月内就停飞，机场怎囥伫遐咧用，嘛显示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隆到新竹对17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5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